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8月16号礼拜四的中港台南地方新闻。各苏坡竞选主委黄秀双以及国民党发言人王宏伟等人，上午召开记者会，批评郭国文的博士论文拢是假，要求伊爱退出政坛。因为郭国文是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的竞选发言人，所以消息一出，郭国文马上表示要提出告诉。国民党担市长参选人郭苏坡竞选团队昨号向教育部甲科技部检举黄伟哲竞选发言人郭国文博士的论文是涉嫌造假，超过20处是大量抄1999年台大政治研究所的论文，其中也有4个部分是完全照抄。今日之期当升大博士抄台大硕士的论文，甚至会长嘛欢迎郭国文提告。因为透过检察官的调查，会当马上证明郭国文博士的论文是照抄的。我们看到了，它主要是来自于4本的硕士论文，包含了我们台大的洪金佩硕士，还有用了我们的国防大学的曾明德，还有我们的东华大学的林福鹏的硕士论文，以及许秀赫的硕士论文，也是成大的。这4位全部都是硕士论文，这是第一个要特别说明的。第二个呢，很多的内文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在整个的一个比对系统里面，我们用黄色的笔标注起来的是采取都疑似抄袭的一个方式。对此，郭国文第一时间发表书面表示，省大在今年3月就曾经针对这款的指控举行审定委员会，包括院长甲所委员都已经确定论文无违反学术伦理，所以这款的做法显示国民党被抹黑特别选举，根本是不实的指控。而且今日国民党搬出台南大学甲政治大学学者来开记者会。有想讲，这是质疑省大学术伦理，已将提出告诉。但新闻综合采访报道。距离年底选举只剩100天，上午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有议员吕维英甲多位党内参选人陪同，做伙发表青年政策。黄伟哲强调，伊若是当选，将会推动青年事务的专责机构，将优秀的青年朋友留伫台南。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甲议员吕维英、蔡小维、李宗翰等参选人上午共同发表声明，要伫台南市政府设青年事务专责机构，类似汤圆成立青年局的经验，为少年朋友伫创业、教育、成家等方面的需求有单一参考。黄伟哲强调，虽然市府局处的事务有上限的规定，不过青年等特殊的事务，伊若当选将全面盘点优先处理，让青年人有政府的资源作为后盾，愿意留伫台南打拼。市府做后盾，青年向前冲；市府做后盾，青年向前冲。就年轻人来讲，我们觉得其实要让年轻人能够有一个跟社会衔接一个最好的一个轨道我觉得其实让他们愿意回到台南，或者愿意来到台南，然后发现台南这个是个适合他们做梦、适合他们成家立业、工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成立一个青年事务专责机构是有其必要性。那至于程序如何、期程如何，那当然是要做一个整体的局科处的盘点，然后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设立。距离选举今年最后100天，黄伟哲表示，已将陆续推出相关市政建设拿度甲政策，予市民了解，临时限令拿力的政治对立，应付无必要的口水。以青年政策为例，真正协助青年朋友伫台南好徛起，实现家己的梦想。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甲国立历史博物馆16号签署馆际合作意向书，
其中国立历史博物馆重量级的典藏品，由书画家张大千等人合力完成的宝岛长春图卷，明年将伫南美馆首次对外展出。台湾美术馆甲国立历史博物馆为着要加强台湾南北艺术界的交流，并提供予台湾艺术家更侪、更丰富的展览空间以及机会，双方的馆长伫咧上午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希望借由双方的合作，会当予台湾的艺文力量发挥加倍再加倍成效。其实我们的计划相当多，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展览的内容主题可以到北部去展示。另外，我们更期待的台南市美术馆可以跟历史美术国立历史博物馆一起，让国外的大型的展览资源也可以到台南、到台北。我想两馆合起来的资源就会当代、传统、古今中外都能够兼具。那么这样的能量，不只对于台南市民，对于台湾南部的民众，都是一个加分加成的地方。同时，为着要祝福台南头一间美术馆，台南美术馆将要伫咧明年正式开放。历史博物馆也特别请出了因的知名典藏，由张大千甲侪知名画家共同创作《宝岛长春图》。虽然记者会用一张代表的图来表示尔，但明年台南美术馆开馆的时阵，民众就能看到全长215公尺、非常珍贵的《宝岛长春图》。集合了10个这个资深的跟这个年轻的水墨画家一起合作，画出66公尺长的宝岛这片土地的方方面面的样貌。美丽的山、水，还有这个优雅的景观，具现在这个66公尺长的巨作里面。那么在台湾是很少见的以合作画的方式，那么这么长的能够这个展现出来。那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说这个南美馆这边有非常好的空间，能够让我们宝岛长春图这个巨作能够全部展现在我们台南的乡亲面前。那这个呢，我想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一南一北的交流，博物馆甲美术馆的交流，相信会引发出更侪艺术的灵感，也让台南的民众会当更加期待明年台南美术馆隆重开馆的时刻。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率先全国建立实验室，专职进行提高类的病原体检验，而且这个检验要通过疾病管制署的认可，会当提早半天至1天知影检验的结果。目前提高这风地，除了管控境外移入的个案以外，上大的挑战就是避免本土性疫情的发生。为了防范提高这疫情传播，防疫时效就是上大因素。过去提高这检验拢需要送到高雄执行，为了缩短检验时间，台南市卫生局家己建立，并且通过疾病管制署提高这检验的核准，这着自行检验知影结果，会当提前半天到1天等待报告的时间，提早启动防疫机制。登革热防治要确定它是有和没有的情况之下呢，大概会提早很多的时间。那这个提早的时间呢，就刚好足够呢，让我们的同仁怎么样预备明天的事情。那我们大概现在呢，这个防疫的动作呢，也会比较再早一点哈，所以这个要感谢这个同仁哈这么的努力这个让那个团队呢变成了更加的圆满。早期抗体跟比较晚期的抗体，还有包括我们本身分子生物的检验，就是我们病原体，就是本身登革热的 RNA 病毒，它大概有4型。那的一些检验那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当然是准备了接近半年在我们局长的督导之下那我们也顺利在6月26号取得认可这特别要感谢我们那个机关署的指导他在这个过程中，假如说我们有任何问题的话，他都给我们很大的协助。
对电市自行建立实验室检验添高者病原体作为，中央单位疾病管制署嘛表达感恩加敬佩。台南市登革热的防治方面所做的一个努力，以及所展现的一个成果啦。那我想这个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哈。那我们在前几天也有把这些成果分享给我们一些其他县市的一些防疫伙伴们哈。然后想这些成果都是要有一些经验跟一些一个运作的一个机制来才能够来达成啊。所以这部分我也再次这边对台南市，特别是陈局长所带领的这个团队表示感谢跟佩服。为了预防天狗热在台南发生，卫生局甲天狗热防治中心对着各项防治工作拢袂当马虎。经过市府各局处甲市民的共同努力，目前也阁无天狗热本土病例发生。这摆为了卫生局检验团队的加入，提高整体防疫时效，嘛保障了市民的健康安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进行的是工务局甲水利局的报告甲质询，多位议员将对甲民众上届密切相关的路牌专案以及社区排水甲治水的成效来进行总检讨。据了解，位伫南溪离南街下面是一条排水道，30几年前砍挂以后，部分涵箱因为老旧，甚至更紧外漏，所以市府水利局向中央争取3000多万来改建。伫今年3月顺利开工以后，毋过伫黄昏市场迄段，因为卡伫管线单位无配合好势，工程严重延误，嘛引发附近摊商反弹。商议员蔡淑慧伫议会水利局的报告过后，再次替摊商来请命，要求市府克服万难，尽速完工。南区立南街香涵改建的工程已经从今年的3月份拖延到现在，历经了大概半年。工程一直在延宕当中。那施工单位一直提到说，因为香涵下面因为有很多的管线，所以管线单位的配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因为立南街它在下午4点就开始他们的市场营运，所以相对的工期工程都会相对的延长。所以我们一直期待水利局针对这一样的工程，除了要赶工以外，也要照顾到黄昏市场一些摊商他们的营运状况。比较靠黄昏市场的这个部分那么由于因为还要配合管线单位的这些的施工，那么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等于是香涵的这个更新来进行。那目前管线单位目前的配合度也大幅的提升。那所以我们已经有跟管线单位有协调好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加速来赶办。那预计大概在2个多月可以把这一段赶办来完成。那当然再往上游这个全线这个部分我们目前也有在检讨是不是就是只换这个香涵的这个顶板的部分来减少整个开挖的这些的时程。让整个工程的那个进度能够更加的顺利。大部分连日的好大雨已经予淡市区路面出现3位下陷，想要到这礼拜大雨使到东区中明路、中明十街路口再次因为破坑引起机车族的事故，所以想议员林美燕再注意淡市的路面品质来请兵，要求千万唔通大雨一来就破功。伫个东区崇明路甲崇明十街。今天下午10点的时阵，10点10点49分发生路面忽然也是一样，那个地方陷塌了。一个女骑士经过那时候的时候，前方突然下来了，结果机车卡在里面了。这个我们都到现场去看了，你看有个大洞在这里，这真正是大雨来考验咱台南市的路。我们台南市的路状况是这样子的吗？你后来是不是觉得说台南市，咱市民在你伫个马路上来去，我们危险蛮大的。那有一些管线大概已经做了20-30年了，那所以它有一些损害，尤其像0206有时候也会有关系，就是说它那时候或许那个接缝的地方有岔去，慢慢产生这个破洞
所以这部分呢，就说这个管线的维护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上午干部局甲水利局伫议会备询，议员纷纷以民众上界密切关心的路边、社区排水甲饮水问题，甲市府交换意见，以要求克服改善。等新闻官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遐关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STEAM 教育强调科学、科技、工程、艺术甲数学跨领域的整合。教育局特别举办一场新册发表会，介绍台南20间各中小 STEAM 课程，提供其他学校作为经验的分享。由美国开始推广的 STEAM 教育，强调科学、科技、数学、工程、艺术的跨领域整合，希望培育未来产业所需要的人才。教育局为了让更较侪民众会使看到这几年台南的成果，也特别出版这本新册。册中的20个教案，展现了台南市各级学校以资讯力、科技力的创新教学典范。14号下晡嘛举办新册发表会，嘛互出席的副市长非常肯定学校的努力。这 STEAM 呢已经有5个意涵了。那其实呢，在我们课堂的落实上面，更重视的应该是跨域的学习啊，然后培养学生动手做的能力啊，再加上呢，他们有这个无感的体验学习，然后呢，寻求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把它展现出来。那其实我们在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满满的感动啊。这个感动是因为我们在教学现场有非常支持的校长，有非常热情的老师，以及呢非常用心学习的孩子们。其中海东国小、大同国小等20间学校的代表嘛，伫现场展示因的成果。海东国小教育主任表示，安尼的课程除了提升小朋友的能力以外，嘛互因对课程当中得到成就感。我们这个课程呢，对我们孩子呢表现非常变化非常的大哈。就有些小朋友因为透过 STEAM 课程之后，他的数学能力变好了。那也有一些小朋友，他虽然是属于比较弱势的孩子，那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均等的机会，让台东所有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学习机器人。那他因为参加比赛得奖，感到非常的一个很有成就感。那我们是因为这样子，要间接帮助一个孩子往上的一个力量。这本册唔但会使看到教育局伫资讯科技教育的成果，同时嘛会使看到学校老师甲学生无同款的创意甲热情。嘛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使来看卖这本册。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知名连锁咖啡店今年热天特别邀请蔡伟家子凡推出一系列联名的限量商品，而且佮特别伫台南的百货公司打造全台湾第1间的快闪店。一大礼拜百货公司内底，就当看到这几间粉红的迪士尼快闪店，大吸引了来往往的民众目光。今年的暑假，迪士尼特别邀请到蔡伟甲子凡，创作了4位无同款风格的古锥查某囡仔，运用伊的多样，也结合了限量的商品，推出了粉坏甜心系列。其中上界特别的就是粉坏甜心瓶。有开心草莓甲芒果柠檬这2种口味，并且佮将台湾民众上介介意的刮刮乐结合伫咧挂顶头，不但好食又佮好耍。
这次呢，我们跟插画家联名的话，主要是他帮我们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快闪店。那快闪店的风格呢，希望我们打造一个游乐园的风格。那就是希望说，今天不管是大人，那你是小朋友，你今天是跟几个闺蜜好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快闪店里面呢，去做最原始的自己。那我们也准备了很多可爱的拍照道具，让大家来这边做拍摄。那在这次餐点比较重大特色的话呢，是说，我们做了刮刮乐的罐子蛋糕。那刮刮乐上面呢，其实你可以刮出4种不同的造型风格女生，其实可以让大家做收集。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为了快闪店呢，我们有打造另外一张全新不同的 menu。那以快闪店来讲的话呢，又是以台南为首家快闪店，所以希望说各位观众朋友都可以来我们的台南快闪店做游玩这样子。店内面风格高雅的低质林咖啡，今年热天更增加了古水的粉红仔气氛，甲插画家自范的合作，佮加上全台湾第一间的快闪店，以及一份怀甜心的限定商品。相信将会伫台南创造出一波高人气的风潮。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台病医艺术走廊举办第21期的展览，主题是介绍台南小姐，展出新台病医基金部的艺术许顺杰的作品。柯艺术不但透过摄影机将美食放到民众的眼前，而且也将台南美食背后的历史背景介绍给大家。新台病院基进部医师，同时嘛是药剂科兼任主治医师柯顺杰，因为平常时介意美食甲摄影，因此开了真侪时间来做记录。10年来食遍台南的各地美食，并且甲业者开讲，了解美食背后的故事。因为拍照大家都知道用单眼嘛，对不对？可是有时候你拿单眼相机去小吃店哦，头家看到就错。所以我原则上都是用手机拍的。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画质好像没有那么优，不过就是这样，你拿手机拍哦，它会比较会觉得轻松啦。讲你会当翕吧，你慢慢来翕吧，甲伊讲故事，你翕相机刻出来吼，可以感觉讲你是对来的，也惊。因为台南的小吃是很多名气都很大，其实不需要再宣传，所以他们希望说好吃的你来吃，你莫搁甲宣传，来宣传伊怕人多吼，伊做袂出来，做袂出来品质会走去，伊就感觉做唔好。所以这个34个小吃我都没有标商家，所以你不要问我说哪一家，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口袋名单，而且台南小吃只要那种历史超过50年的，绝对经得起考验。柯医师这次总共提供125张的相片，并编成34幅的作品，有沙目鱼、土特鱼。分别因为死对头郑成功甲西龙而号名，另外嘛有印种反清复明的春卷，甲高低16样故事。透过柯医师趣味的介绍，不但让参观的民众会用一饱眼福，另外嘛对台南的小姐有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侪云底将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温度26度到30度，落雨的几率有6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8月1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